鼻子，鼻。我感冒了，鼻子不舒服。比，比。我比他高，你们两个比一比，谁高？比，比。这支笔多少钱？边，边。姐姐坐在我的右边，我站在路边等公车。别，别。起床了，别再睡了。冰，冰。今天很热，要不要去吃冰？冰过的水果很好吃，这杯水很冰。